大家應該都冇人未聽過㗎啦，即係由18年開始，19年開始嘅時候已經被稱為神 gel 啦。其實咧，Morton 嘅網站咧有一個好清晰嘅 guideline 俾大家嘅。大家好，歡迎收睇呢封文。咁今日好開心邀請到著名嘅 YouTuber 啦，Team Breaking 嘅 Harlow 接受訪問啦。Harlow 你好。係，大家好，我係 Halu。咁今日點解想揾 Harlow 接受訪問啦？就係因為咧知道佢對於 Morton 嘅產品好熟悉啦，咁所以都想佢介紹下呢一方面嘅馬拉松嘅補給啦。咁首先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大家好，我係 Halu。咁我諗有啲人都有睇過我嘅 YouTube channel 㗎啦。咁我係依家係一個長跑運動員。咁過往其實我喺10年前係一個代表過香港嘅短跑運動員。咁再之前係一個拯溺運動員，都係代表過香港。咁所以我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長距離運動員，再轉落短距離運動，又依家翻嚟長距離運動。咁今年開始啦，咁我自己就又有個 team breaking 啦，咁入邊有一個運動員 Janet，咁我都係佢嘅 coach 啦依家。咁同埋咧，我自己都有一堆中學生，咁所以咧就又多咗一個身份，除咗我自己跑步之外咧，就係一個教練嚟嘅。唔單止各位聽眾啦，我自己咧其實都係成日都聽 Harlow 嘅 YouTube 啦，咁所以今日咧都好真係好開心可以同佢問佢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咁都頭先你有講過你自己一個跑會就叫 Team Breaking 啦，不如你都介紹一下。Team Breaking 其實就係一個業餘嘅運動員嘅組織啦。咁咧，暫時咧，依家我就有一位嘅運動員。咁其實咧，另外我哋仲有一個教練嘅。咁嗰個教練咧就係我哋嘅肌力訓練嘅教練啊，黃俊永啊。佢就係依家3級跳嘅香港第一，啱啱都有出戰全運。咁仲啱啱早排跟咗世界羽毛球曾經排名第二嘅周天成出去打總決賽啦。咁所以我哋嘅呢個咧係一個業餘運動員，但係我哋想嘗試去用一個專業團隊嘅模式去幫助我哋自己去進步。咁嚟緊咧，我都會等我其他青年運動員到咁上下嘅時候咧，都會加入我哋嘅 Team Breaking 去一齊進行訓練㗎啦。講翻咧今日嘅主題啦，就係 Morton。咁不如你都介紹下 Morton。介紹之前，大家應該都冇人未聽過㗎啦，即係由18年開始，19年開始嘅時候已經被稱為神 gel 啦。咁其實咧，佢神嘅地方係啲咩嘢咧？佢係一個瑞典牌子嚟嘅。咁咧，佢就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發人類身體點樣可以吸收多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因為咧，大概啦，你嘅身體胃部咧只能夠吸收到60 gram 嘅碳水化合物之後咧，你就會開始產生不適，或者有朋友可能試過食 gel 嘅時候會肚痛。咁其實就係因為你身體你個胃啊已經唔能夠再吸收太多嘅碳水化合物，咁所以咧佢就自己幫你推走佢哋，令到你唔舒服。咁而 Morton 呢個產品，佢除咗 gel 啦，佢仲有其他嘅產品啦。咁佢嘅產品咧就係用咗一種叫 Hydro Gel 嘅技術，水凝膠嘅技術。咁好特別嘅。咁我要解釋一下佢呢個係個暫時依家係一個專利嚟嘅。佢嘅做法咧就係用咗一啲合成物，一啲水組嘅合成物，然後咧當你食咗落肚嘅時候，落到你嘅胃部，因為胃部嘅酸性，佢會自己變成咗一種凝膠，然後包住晒所有嘅碳水化合物，欺騙咗你個胃，令到你個胃唔知道嗰啲係碳水化合物，然後直接進入你嘅腸道。你嘅腸道 pH 值一改變嘅時候，佢就會變翻做原本嘅碳水化合物同埋水，然後就黏喺你嘅腸部嘅黏膜度，然後就直接吸收。咁所以喺佢哋嘅實驗啦，喺啲馬拉松選手嘅實驗嘅時候咧，佢係有效可以再增加多大概30至40 gram 嘅碳水化合物吸收，可以令到你喺馬拉松嘅中段，或者你平時日常訓練嘅時候，可以更加簡單咁樣吸收到更加多嘅碳水化合物，而同時間因為佢壓咗你個胃啊嘛，咁所以咧就更加減少咗因為過高濃度嘅糖分、碳水化合物令到你胃部唔舒服，即係例如你食完 gel 之後，我相信啊，我就自己試過嘅，我試過跑過山嘅比賽，然後食咗好多 gel 之後咧，係會肚屙、肚痛，甚至可能跑緊嘅途中肚痛啦，因為你嘅血液流走咗去第二度，其實胃部嘅消化好弱，喺你馬拉松或者長距離運動嘅時候，咁所以呢啲咁低，令到你減低咗你個胃部敏感嘅能量補給產品咧，係更加有效同埋安全啲咁樣去吸收晒你需要嘅碳水化合物。係啦，咁呢個就係佢
呢一個牌子最簡單嘅地方，即係最簡單而又好複雜，佢將一樣嘢做得好好，然後精通晒佢所有嘢，就係幫你身體吸收碳水化合物。呢個就係佢牌子嘅理念啦。係咁啊，呢度都補充少少啦。咁點解呢個牌子咧，即係 Maurten 呢個牌子點解叫神 gel 咧？咁除咗係之前咧就係馬拉松之神啦，即係 Kipchoge 佢代言嘅牌子啦，而亦都係因為佢呢個 product 咧係有實際嘅功用，可以有一啲專利嘅技術咧，令到運動員個表現提升。咁所以點解叫神 gel 都係有呢個意思啦。想再問咧，點解馬拉松係需要補給咧？我就要先講下其實撞牆係咩嘢啦。咁其實一場馬拉松42.195公里，咁你身體咧係會消耗2500至到3000卡路里嘅。咁但係咧，我哋身體肌肉嘅糖儲存，你嘅肝糖儲存其實最多只可以逼到去2000卡路里。係呢個係大部分人經訓練嘅人，佢可以儲到2000卡路里。咁我哋減一減條數。咁其實係有可能仲有500甚至有1000卡路里係消失咗嘅。咁點解會講話可能30K 或者35K 之後大家會撞牆呢？就係剛好其實大概去到嗰啲時間，你嘅肝糖就用晒。咁而肝糖用晒嘅時候呢，佢身體自然有一個機制就係幫你熄機，等你唔好死，等你唔好有任何生命嘅問題，或者根本上你根本喐唔到，佢就想轉換去燒脂肪，轉換去燒其他能量嘅時候，咁佢就會熄機啦。咁然後就慢咗好多，佢需要停，需要唞，然後再 reboot 咗去燒緊其他你身體嘅燃料、你嘅脂肪各樣嘢嘅時候，先至重新嚟過。咁而解決撞牆期嘅方法咧，就係你喺適當嘅時候去食翻碳水化合物，甚至喺預先，例如大家聽到嘅補碳啦，各樣嘢點樣去塞翻啲碳水喺你嘅肌肉入邊，可以即時去攞出嚟用嘅。咁而所以馬拉松係需要製作一個啱嘅食 gel 時間，去確保你身體冇任何一刻缺少咗碳水化合物，咁樣咧就會大大降低咗你撞牆嘅機會啦。運動咧就分運動前啦、運動中同埋運動後嘅補給啦。頭先你又講咗運動中嘅食咗嘅補給啦，咁我都想問一問，運動前咧咁應該點樣補給咧？其實咧，Maurten 嘅網站咧有一個好清晰嘅 guideline 俾大家嘅，咁咧有興趣嘅可以睇下，佢個網站係幾得意。我都建議如果你係中意睇啲嘢嘅人，一定要入去睇下。咁咧我就跟翻佢嘅官方建議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咧雖然咧就要賣廣告嘅佢個網站就係，但係咧佢就好有良心咁同大家講，其實你嘅慢跑、你嘅輕鬆跑咧唔多過90分鐘。60分鐘至90分鐘嘅咧，可以飲佢呢一個 Drink Mix，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唔超過60分鐘咧，佢就同你講你日常飲食就夠噶啦，唔需要去補給額外嘅碳水化合物。咁而喺你嘅強度課，即係例如可能你嘅 LT 啊、你嘅 VO2 max 或者一啲 anaerobic 嘅 training，咁其實你身體嘅所有肌肉一定係要用碳水嚟做糖解先至會產生到能量嘅。咁所以咧係咧，佢嘅建議咧，如果係主課，低過60分鐘嘅，你可以喺途中沖咗呢個 Drink Mix 160，咁佢入邊有39 gram 嘅碳水化合物，喺練習嘅途中一路飲，就好似你飲電解水咁樣，就連埋你啲水啊、電解水各樣嘢一路飲落你嘅身體度。咁或者我自己嘅做法，因為我喺練習途中其實唔喜歡飲甜有甜味嘅嘢嘅，我淨係中意飲水或者啲鹹味嘅補給品。咁所以咧，我自己嘅做法就係會喺練習前嘅1個鐘頭或者2個鐘頭沖咗呢一包嘢，然後飲咗落去，預先放咗喺你嘅身體度，先至開始我60分鐘嘅主課。咁佢官方咧就再建議啦，咁就喺 warm up 嘅時候咧就再食多一包 gel 啦。我就講埋我自己嘅建議啦，就係我覺得要睇下你嗰日嘅 intake 夠唔夠。如果你嘅 intake 即係你日常飲食唔足夠嘅時候咧，就可以食到一包 gel。啲碳水多咗唔係問題嚟嘅，佢會自己收翻埋嚟俾下一次用嘅。係啦，咁咧而佢另外啦，長課呢個咧係最主要消耗你最多碳水化合物嘅訓練。咁長課咧，佢個網站都係建議嘅，你練習前1個鐘頭或者2個鐘頭，特別咧早起練長課嘅朋友咧，其實呢個 Drink Mix 咧係好幫到大家，因為咧佢有少少飽肚感，
同時間佢唔會食完嘢之後，你個胃要消化頂住咗。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好早起身去練習嘅，咁你1個鐘頭至2個鐘頭前，你沖一包呢個 Drink Mix 咧，入邊咧有39 gram 嘅碳水化合物，或者如果你夜晚食得唔夠碳水化合物，食得少嘅，就可以沖埋佢呢個320。咁但係就留意啦，因為320咧，我自己有用過，我覺得係我呢個亞洲人嘅身體咧，我覺得有少少多咗嘅，我係會 cut 開佢嘅。咁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先由160去試咗先。咁之後每訓練入邊啦，咁如果你係用 Gel 100，係啦，Gel 100，咁 Gel 100咧入邊係有25 gram 碳水化合物，咁咧你就喺你嘅訓練途中30分鐘至到40分鐘不等，然後咧就食一包。如果你嘅訓練係2小時嘅，咁你就要帶定3包。如果你嘅訓練係再長啲，即係可能3小時以上嘅，咁你就要再帶定可能6包 gel 去幫你 intake 啦。咁另外咧，其實佢 gel 咧仲有一隻係160嘅，160嗰隻咧就係會多啲碳水化合物啦。咁所以咧可以係50分鐘或者60分鐘先食一包嘅。咁所以如果長課嘅建議啊，就買160嗰隻，然後你就可以袋少啲 gel 去跑啦。咁呢個咧就係訓練上面嘅建議啦。咁而其實點解我係咁講呢個 Drink Mix 咧？因為 Drink Mix 咧係佢要溝水嘅，你身體咧要儲存呢個肝糖、儲存呢個碳水化合物咧係1 gram 嘅碳水化合物要連同3 gram 水儲存嘅。咁所以例如有跑過馬拉松嘅朋友應該知道補碳之後點解你身體係會重咗，可能重咗成1公斤嘅原因就係因為佢連埋水一齊儲存。咁而 Drink Mix 咧同 Gel 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幫你連埋水一齊放咗喺你嘅身體度，令佢儲存嘅效果更加好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確保到你喺運動前後都唔會有呢個碳水化合物消失咗或者唔夠嘅情況下。咁就頭先咧都有講到運動中嘅補給啦，可唔可以講下馬拉松應該點樣食 gel？咁不如我講下比賽方案啦。咁比賽咧，其實佢官方同埋我自己都有少少分享嘅。咁10K 咧就係比賽之前食1個鐘2個鐘之前飲 Drink Mix，然後咧熱身嘅時候食多一包100嘅 gel。咁呢個我就覺得你哋要自己練習嘅時候試下啦。咁即係可能你練強度課嘅時候，咪試下飲 Drink Mix。所以如果足夠嘅時候就唔使食埋個包 gel 嘅。咁中間咧就唔使加任何嘢啦。咁而半程馬拉松咧，同樣都係官方性介紹咧，都係比賽前1個鐘頭飲呢個 Drink Mix 嘅160。咁熱身嘅時候就食一包 gel，然後比賽嘅時間咧同你長課一樣，30至40分鐘食一包 gel 100，或者50分鐘食一包 gel 嘅160。咁我自己嘅上次半馬嘅經驗就係話俾我聽，食 gel 唔該真係喺長課或者喺你嘅強度課或者 key session 入邊試下先。咁咧我食 gel 嘅時候咧就應該遲咗，咁所以我喺8公里食咗一包 gel，廿幾分鐘、24分鐘，跟住咧我去到12公里，我係有少少 feel 到係能量嘅缺失啊，去突然間，點解我好似隻腳冇能量度嘅？即係啲細胞放唔到能量出嚟，咁有少少攰。但係我14公里突然間又冇咗個感覺喎。咁咧我後尾再思考翻，就係因為我食嗰包 gel 可能遲咗5分鐘。大概可能5、6分鐘，咁所以我消化系統唔夠叻，佢消化唔切，咁所以咧其實咧唔係佢官方嗰個數字係可以參考，但係喺你嘅訓練入邊要需要調節佢嘅。而全馬咧就係比賽之前1至2日，如果你食量細嘅話，320每日飲一次落去，呢個就係幫你去做補碳，跟住然後正常繼續食你嘅飯，繼續食你需要嘅碳水化合物。咁而熱身同樣都係食一包 gel。然後比賽途中就係、如果用 gel 100嘅話咧，就30至到40分鐘食啦。有啲人可能20分鐘啦。咁如果 gel 160嘅話咧，50分鐘至到60分鐘去食一包啦。咁所以如果馬拉松嘅話就帶160啦。咁有啲腸胃冇咁叻仔嘅就建議帶多幾包100，分開咁樣嚟吸收啦。想問下，我見到 gel 咧，其實佢就有兩款啦，即係黑色同埋白色啦。白色就有咖啡因啦，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咧？我覺得咖啡因呢樣嘢就因人而異嘅。咁因為咖啡因其實係會提神啦，同埋咧會有興奮作用啊。即係佢係合法嘅，即係我講笑咁講就係一個合法嘅興奮劑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時係飲開咖啡，你係本身係受到咖啡嘅，咁應該呢個咖啡因嘅 gel 咧係對你身體效果未必咁好啊，因為你都知呢個係會
佢會適應咗噶嘛咖啡因呢樣嘢。咁而你係一個唔中意飲咖啡，平時係好少吸收咖啡因嘅話咧，你就更加需要喺你跑步嘅過程入邊試咗先。有人飲食完咖啡因嘅產品，佢會心跳上升，佢會頭暈，會唔舒服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個人嘅。咁而佢大部分嘅選手都會分享，就係可能你跑馬拉松啦，你嘅後程嘅時候，你會好疲勞、好攰。佢哋食咗咖啡因有稍微興奮嘅作用嘅時候咧，佢會精神好多。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因為真係好中意飲咖啡，我比賽之前係一定我嘢唔食都得，但係我一定要飲咖啡。咁所以咧，我就好少使用任何咖啡因嘅產品，因為我知道我食咖啡，我要嗰樣嘢唔係咖啡因。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大家係我嘅建議都係兩樣嘢都可以試，但係你要理解清楚你身體對咖啡因會唔會產生心跳加速、手震、流汗各樣嘅副作用。如果你係唔用開咖啡因嘅咧，我都唔建議大家去使用嘅。但係都係可以試咗先至知，有人試咗有效果。每個人都真係唔同咯，呢樣嘢就係。咁頭先就問咗運動前同埋運動中補給啦，都想問埋運動後補給。咁我就講下，我主要 focus 喺訓練啦。咁我之前咧上幾個禮拜咧，我就帶住一個血糖監測器，即時嗰種。咁咧我就係想睇下，喂，我身體練習嘅時候會血糖係點樣嘅反應啊？比賽嘅時候係點樣嘅反應？咁我自己咧原來發現我係長期對低血糖人士，我一直都唔知道，因為咧我簡介下，我係一個食量比較細嘅，我嘅食量係比女仔講，我係同佢一樣啦。我係夾硬擠自己食飯，但係我擠極都擠唔到，而同埋腸胃係唔係太好嘅，咁所以我吸收力應該都係低，但係我冇懷疑到自己係低血糖，或者其實我成日都唔夠碳水化合物。咁我用咗嗰個血糖監測器之後咧，我第一個禮拜係嘗試唔用任何額外嘅碳水化合物產品，咁咧我就發現咗。我喺訓練嘅時候咧，咁係會見到佢喺肝臟度攞糖出嚟，然後血糖上升，然後咧最大問題就係我瞓覺嘅時候長期處於一個低血糖嘅位置，令到我身體恢復得差啲，同埋再者就係我平時可能朝頭早、晏晝嘅時候咧，原來我係因為成日低血糖，所以會產生咗一啲疲勞感，直至我食夠咗嘢，然後上升翻個血糖，我身體有翻碳水化合物先至移動到。咁而我第二個禮拜咧，我就開始喺我嘅可能強度主課入邊一路飲呢個 Drink Mix 或者事前飲呢個 Drink Mix，而我嘅所有除咗輕鬆跑之外咧，我所有課我都有食 gel 先開始練習，然後我每一課練習之後，我夜晚瞓覺嘅血糖水平維持翻正常，同埋我冇再跌過出去一個紅色嗰個標示入邊。咁就係因為我身體一路都有輸送夠足夠嘅碳水化合物俾我自己。咁而我其中一個見解啦，就係其實可能飲呢啲嘢咧，好難，未必係即時俾到效果嚟嘅。咁但係佢係會有後續嘅影響，就係可能影響咗我嘅疲勞感啊，令到我第二朝冇能量啊，我第二朝嘅訓練效果降低，或者係我可能當課訓練嘅後半段嗰個 effort 差咗，咁你自然就會影響咗成個訓練嘅整體性同埋佢進步嘅幅度啦。咁所以呢啲跟住咧依家咧我開始咧就係有理冇理我飲咗先，我唔可以俾我第二日會有唔舒服嘅感覺。咁呢個就係我訓練之後嘅補給。咁同時間我都分享第一樣嘢就係記得飲 protein，食 BCAA 各樣嘢可以食，但係唔好忽略咗 protein。食雞胸飲 protein 加埋碳水化合物係訓練嘅補給最重要嘅嘢嚟嘅。好，咁咧有啲人咧都會講話某啲 gel 比較上力啲啦。咁你覺得你食完唔同牌子嘅 gel 咧，有冇啲咩感覺，或者可以分享下？咁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需要同大家分享，就係如果你食 gel 嘅時候，食完嗰包 gel，過咗一陣，你覺得哇，我突然間好似打老虎咁嘅感覺，其實個原因係因為你遲咗食 gel。如果一個正常，頭先我成日講你哋練長課嘅時候，要揾到自己食 gel 嘅時間。如果你食 gel 嘅時間啱嘅話咧，你應該係身體源源不絕咁樣輸送緊你嘅碳水化合物，佢消化完你就可以用，佢消化完就可以用。而好似我頭先分享我半程馬拉松嗰個感受，就係因為我遲咗，所以我就發現咗點解會突然間有低同埋高嘅感受。而你補給得啱嘅話，你係應該維持一條靚嘅水平，一路走一路走，俾你嘅身體去行嘅。咁呢個咧係
大家去好好思考一下，然後去揾自己啱嘅策略去補給你嘅需要。都知道 Morton 除咗神 gel 之外啦，都有一個係革命性嘅產品啦，就叫 Bicarb 啦。咁我自己其實都係睇你 YouTube 去知道呢個產品啦，都可唔可以分享下咧？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咧係喺2018年嘅時候咧，呢個 Morton 就出現咗啦。咁嗰時我已經好好奇啊，香港未有得賣，周圍都未有得賣嘅。佢一出現嘅時候，咁啱我去英國做嘢，咁所以我就喺英國即刻買咗一包翻嚟試。咁嗰時開始我就已經知道呢個產品係好好，因為我消化到我嘅腸胃可以受到佢，咁我就一路有用佢啦。咁直至咧佢上年年中定前年年中，咁佢又出咗一個 Bicarb System 嘅產品。咁呢一個咧係中距離運動員或者你需要爆發嘅運動員去使用嘅。咁所以咧馬拉松啊、半馬嗰啲其實係唔啱用嘅，所以你可以去 skip 咗呢部分。咁但係咧，點解要講呢個產品咧？就係因為我喺呢個產品先發現咗呢個 product 咁勁嘅地方，就係咧其實咧呢個碳酸氫鈉，我用中文講碳酸氫鈉咧，佢咧係可以中和你身體乳酸產出伴隨嘅氫離子。氫離子係會令到你肌肉好痛，你就會跑唔到。咁即係你哋平時可能做緊衝刺嘅訓練嘅時候，點解隻腳會硬晒跑唔到？唔係主要因為乳酸令到你痛，係因為乳酸伴隨嘅氫離子產生令到你痛。咁而碳酸氫鈉咧，同時間其實佢係你身體入邊，但係當氫離子出現嘅時候咧，佢產出嘅時間會慢過氫離子，咁所以永遠佢都只會越嚟越痛。咁而 Morton 咧就將呢個碳酸氫鈉預先放咗喺你嘅身體入邊，令到你唔會痛啦。咁但係佢其實唔係近年嘅學説嚟㗎，係已經廿幾三十年前，但係一直咧冇人解決到佢食唔到落肚呢個問題，因為咧佢其實就係梳打粉，你食落肚咧係會肚痛、會嘔嘅、會唔舒服嘅。咁所以咧佢就研究咗頭先我所講嗰個 hydrogel 嘅技術，然後咧佢溝埋一齊喺比賽前1個鐘頭至2個鐘頭食落去，佢就可以包住通過胃部，然後吸收晒啲碳酸化吸收晒啲碳酸氫鈉入去啦。咁特別係嗰啲800米啊至到10公里嘅選手，其實係可以試嘅，因為咧你尾段嗰個乳酸數字咧係一定會上升，特別可能800米你係會去到20幾 minimal，你個1500米我試過係去到18至到20個 minimal 咁樣嘅。咁呢啲咧係痛到你隻腳喐唔到噶啦。咁碳酸氫鈉咧係有效咁樣可以幫你解決呢個問題。而單車嗰啲運動員都係㗎，佢哋咧踩幾個鐘頭之後啦，佢哋係會見到佢哋喺架單車臨衝刺之前1個鐘頭咧，係無啦啦攞住碗嘢一路踩一路食，一路踩一路食，就係貨佢哋臨尾衝刺嘅時候，乳酸值突然間瞬間飆高嗰個衝刺力啊！佢哋係會一路食㗎咯。所以呢個碳酸氫鈉咧係引證咗點解 Morton 嘅技術係可以令到你個腸胃好冇問題，係啦，就係咁樣去解決咗30年嘅難題啊！關於馬拉松補給就差唔多啦，都想問借呢個機會咧問下你個人少少嘅問題啦。咁啊，嗯知你之前咧就已經完成咗你嘅初半馬拉成績都係好唔錯啦，入咗呢個馬拉松嘅8傑啦。咁所以都想問下你關於半馬拉松嘅 program。如果咧講一個你自己最中意或者覺得令你最大提升嘅 program 咧，俾我哋，你會介紹啲咩俾我哋咧？我長氣少少啊，其實咧，我覺得訓練咧係一個整體嚟嘅，係咁我嘅 program 係一個好長時間，可能6個月、5個月嘅 program。咁我可以分享下我做得最多嘅訓練啦。咁係其實由我 base period 到我嘅 competition period 咧，我係400間歇25隻到15隻，喺唔同嘅階段我會攞出嚟用。休息60秒至到50秒，一路減嘅休息時間，不停咁跑。我係接近每個禮拜都有跑呢一課嘅 program 嘅。咁呢一個咧係我自己最中意嘅訓練啦。咁我途中咧就係大家見得最多嘅就係我每5隻咧就會驗一下乳酸。如果我個乳酸值係合理範圍咧，咁我可能就有機會會減下啲秒數。喺唔同 period 嘅時候，我需要唔同強度，例如可能我 base period 我個乳酸值可以低啲，喺個無氧閾值下少少去練嘅話咧，咁我就會維持喺嗰個強度。咁如果喺我比賽 period 我想接近多啲無氧閾值嘅話咧，咁我係會一路減休息或者加速去提升我嘅無氧閾值咁樣。咁呢個咧係我自己覺得我最中意做，同埋係我 study 其他運動員或者其他用呢個訓練模式嘅運動員，亦都係做得最多嘅一個訓練嚟嘅。
咁頭先都有講你係一個運動員啦，同時係一個 YouTuber 啦，咁啊自己亦都係一個教練啦。你都係香港頭一批去使用咧乳酸訓練嘅運動員啦，同埋教練啦。都知有一個跑會咧就叫 Threshold Lab 啦，都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咁我自己嗰個班咧就叫做 Threshold Lab 啦。咁其實咧，我係用一個個人訓練，即係我用一個個人 coach 嘅模式嘅。咁係點樣運作咧？就係你可以嗱，首先咧可以 DM 同我傾偈啦。咁就我係需要理解下我可唔可以 coach 嚟，我先至會去考慮嘅。因為我有啲嘢我都有啲執着嘅。咁而點樣個人 coach 咧？就係其實我依家如果你喺香港啊，集體訓練嘅，我有2日會係動喺運動場，然後我會幫你收集血乳酸數據。你係任何時間，總之喺嗰個時間你落嚟開 program 咧就 OK。而我係會俾晒完整成個週期訓練嘅課表你，然後喺嗰度作出即時嘅調整或者各樣嘢。咁所以每個人咧係練嘅嘢係唔同，佢哋係自己運作嘅。咁至於 online 啦，咁我就好建議，如果你哋想揾我 online coaching 嘅話咧，你哋係最好自己有多一個有乳酸機，因為咧你攞到多啲 data 嘅時候咧，我嘅 coaching 嗰個準程度咧就會更加高，因為未必表達得到太多或者各樣嘢，咁所以咧你身體越多數字，你嘅心率、你嘅速度、你嘅血乳酸同埋你嘅體感越嚟越多嘅嘢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 coach 啊，咁所以咧你就可以 DM 我嘅，咁但係當然啦，我係強力建議大家去實體咁樣 coach，因為有時可能你翻工攰，我即刻睇到你隻肌肉嘅疲勞，你隻腳拎唔起，你各樣嘢嘅時候，我都可以終止你嘅訓練，防止你第二日練唔到習啊，各樣嘢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跑班模式，就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每個人按住自己要嘅目標，你需要預定幾時要比賽，咁就最好早啲揾我啦，因為咧我係行週期啊，咁所以最少我最理想嘅都係要4個月至6個月先至會行到一個靚嘅週期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依家訓練同埋將我自己訓練哲學點樣想應用喺唔同嘅人身上啦。咁啊，今日好開心邀請到哈盧接受訪問啦，都問咗好多 Molton 嘅產品點樣去使用啦，亦都問咗好多關於乳酸訓練嘅一啲問題啦。咁希望咧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傾到偈啦，好多謝你，thank you，拜嗯，拜。係，拜拜。好，多謝收睇。如果想睇多啲跑步資訊，歡迎去我 IG。如果想睇更深入嘅跑步 program，歡迎去我 Patreon。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多謝收看，拜拜。咁我自己例如我跑完5隻啦，我喺比賽階段，咁我係會要求我嘅身體超過3.5個 millimole 嘅，最少3.5。嗱，3.5咧係我嘅啫，我係一個書本嘅血乳酸嘅。咁我如果體感好嚴重咁樣差，如果我嘅血乳酸都一樣上升咗咧，我係會立即終止個訓練。